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今日我来大家分享一个合拍舞蹈，继续来教大家舞蹈动作。准备哦，我哋来学新的舞蹈动作。看我的脚往旁边踏，1、2、3、4的时候，同样我哋要捞前呢。1、2、3、4，非常的脚，稳偏撒。1、2、3、4。一个动作咧，之前先前的课程没有，不过我哋要第2遍再练习一摆。准备哦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稳偏撒。1、2、3、4，加上数，我哋数像超人一样，数一直弯，一直伸直。准备哦，我哋有一丝丝的往旁边倾斜。1、2、3、4，稳偏撒。2、2、3、4，大家有好背嘛？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哦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我记得稳偏撒。再来一摆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。在转圈的时候诶，身体同样要收紧。转圈的时候，你的目珠要顺正方向往旁边看。准备哦，再来一摆哦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稳偏撒。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，我哋会数哦，往上伸直，记得哦，数要伸出来，一只数弯着放在胸口前面，脚记得要踏4步。1、2、3、4，稳偏撒。1、2、3、4，有一部分非常重要，我哋要转踢拳的时候，1、2、3，踢4步的时候往回踏，再会来擦。1、2、3、4，安尼大家有看清楚冇？加上数哦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下一个动作是捞拳呢，不过一下应该是数捞拳呢，应该得数往前面或是后面做做的，看你去个好往前，也是往后，应该得脚打开。往前由松面往下画一个圆圈，再摆哦，看清楚哦，鼓手是按呢，1、2、3、4，是会捞较脚的诶，再一摆哦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还唔够，还爱加速，预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预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前后1、2、3、4转回来之后，5、6、7、8，然后就会踏步，5、6、7、8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哦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一摆哦，准备数把拳呢，预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然后就从第一个动作接过来，准备哦，还记得第一个动作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看我头，看我头，然后就在转圈的时候，然后就头要看前面。1、2的时候头同样看前面，3的时候夹转倒来，3、4，安尼才唔会跌倒。再看一摆哦，预备，也从右手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一只头，5、6、7、8，
非常好，然后就再一摆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，然後就愛複習一下送牌嘅動作，還記得冇？然後就愛搭數，慢慢嘅來哦。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要學會嘛？再來一擺哦，我哋就愛共用愛複習一下。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就做到同好哦，然後就再來練習一擺。準備哦，腳打開，預備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來，我哋要加快速度，準備咯。5、6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要聽得到嗎？再來一擺哦，加油哦！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大家調整一下呼吸，然後就愛配音樂來做一擺，準備咯。預備，5、6，開始。5加6加7、8，加油哦！再前呢，往前呢，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，準備哦，手叉腰，預備，5、6，開始。畫圈。再來一擺哦，加油哦！5、6，開始。有睇得到嗎？我哋就還有一擺嘅練習咯，準備。非常好，先向預備好冇？再來一擺哦，準備。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大家就做到同好哦。保持運動，才會有好嘅身材。然後就跳舞嘅時候，記得咯，肚子要豎起來，尤其係挖拳嘅時候，然後就越夾嘅動作，你的肚子要越豎嘅越多。然後就挖拳嘅時候，看清楚哦，前後一隻動作，1、2、3、4，一隻拳呢要挖幾隻嘢，再來一擺
1、2、3、4，再来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前后一摆哦，最后一张动作，准备哦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今日呢，俺哋嘅運動就到一片，希望大家，拜拜。